라소다 동화들이야 아주 시라하게 캐노부체 나바당 다는 신기 首先要问候各个佛学院的干部，还有学生们，还有透过网络观看的所有的法友们，问候大家身体健康。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课程冬季课程的第9天。那么我们是谈到了唯识在藏地的开展，今天要做一个结尾。前面课程当中谈了很多了，所以我想应该也够了，所以今天这个主题会做一个结尾。다 가장 공원도 주변에 신 별이야 네 샘자배우 주다 랑강 수고지 那么就像之前课程中有谈到，那么在藏地呢，它并没有成立这样一个唯识的宗派，而且之后因为藏地可以说流行的是这个乐称的入中论，这个根本书这些等等中观这些典籍当中也将这个唯识当成了这个主要的敌宗而大力批判，因此可以说对于唯识是更加看不起的了。而且呢，再加上了他空思想的一个兴起，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原本所有属于唯识的典籍呢，都被他空可以说有点像掠夺、抢夺为他空的典籍，会说成这是我的典籍了，不是你唯识宗的典籍了。所以可以说呢，整个藏地、整个唯识的思想，所以因此这个藏地可以说唯识的思想，还有这个派别都可以情况是每况愈下了。所以本来呢，就是被看不起的，就是被很多典籍中被批判嘛。然后后来很多的唯识的典籍又被掠夺为其他的宗派去了，所以情况是越来越糟了。所以呢，在当时有一些大师们，他们呢是可以说是支持唯识宗的，或者说这些大师们，他们对于唯识是比较可以说怜悯吧。他们说了一些话，比如说有位叫仁达瓦至尊仁达瓦，他在一个阿舍离确结问答录当中就提到，如果呢乌卓兄弟和其追随者不是唯识要说谁是唯识的时候，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本来平常我们都知道是唯识的，都被说成不是唯识的人了，那还有谁会是唯识的人呢？意思是这样。所以其实是唯识没有什么不好。接着他说，你真的，他对这个阿舍离确结就说，你真的接受唯识的见解、唯识的思想吗？仁达瓦他接着说，现在我觉得我在藏地没有见到有什么人是通晓这个唯识的。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同样呢，有另外一位大师叫达仓义师，他在一个部派片支这样一部论著中提到，藏地呢有一些人说唯识的思想已经被乐称在像入中论当中
完全的大力被破斥了，已经呢成为这唯识的思想啊，甚至已经成为了佛教教中的一个外道了。然后接着他说这种伤人的话实在不好，所以大藏义师在这里面有这样提到。所以当时呢，已经可以说唯识的思想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上面就是另外这位达仓义师啊，他是怎么说的？所以当时你看这些一些大师，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是从整个藏地他们对于唯识实在是太不好了，所以有一些大师实在是再也忍不住了，所以站出来说了上面这些话。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前面上面的举了一些例子，当然是比较从唯识比较不好的情况来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比较好的角度来看，像班钦释迦乔丹像他的观点相较于中观思想，他和唯识的思想是更接近的，而他的这个观点呢，其实在西藏藏地是有弘扬开来的。再来我们说梅济巴大师，他可以说是我们大手印整个这个传承回溯到最早的源头，就是他梅济巴，他的上师就是保生极净，就是香提巴，所以梅济巴就是保生极净香提巴他的弟子。所以由于保生极净也是唯识师所以可以说梅济巴也可以说是唯识师。再来呢，噶尔举派里面呢也有提到4种瑜伽次第专一等等这样子。然后这里面呢那这4种瑜伽的次第的而引见心性这跟这个唯识就是保生极净，它也透过这4种瑜伽次第引见心性，而保生极净是唯识，所以呢4瑜伽次第也是唯识的一个方式。另外噶举派里面有提到显相唯心的主张，这个也说是唯识的一个说法。所以萨迦格鲁的一些大师总之呢，这些噶举派里面认为说噶举派里面相关的唯识的一些思想呢就不细讲因为谈到像显相唯心，那么所以总之萨迦跟格鲁的一些大师也会把噶举说成是唯识。那总之在很多噶举大师在讲说显相唯心的这个逻辑的时候，都会把显相和心说成是同一值，所以比起假相唯识这样的说法更接近呢真相唯识的说法。另外在藏地呢还有很多人主张一个持有唯识思想的人最多他只能证得什么果位呢，就是加行道。但是呢直贡呢吉天颂公他认为他在正法一义中说，唯识的宪证也有直到7地的，有这样的一句话。当然针对这段话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在密居多杰的解释和其他的一些大师的注解解释是不同的，但是在早期的一些对于这一义的这个注解中解释说，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在第7地的等持本质自性中是具有和唯识的这样子的思想的。
所以从上面这两段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一方面可以看说唯识好像是很被看不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确很多人的思想，其实藏地很多的思想也跟唯识是非常的接近的，也有很多人他是这个支持，或者说他的思想跟唯识是非常接近的。总之呢，我们说藏地的情况就是说，从思想还有派别上来看啊，唯识它的确不像中观那样受到重视，但是如果从实修和行持上来说，唯识它自然而然就是具备着这样一种很重要的价值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提到瑜伽行唯识宗这个宗派，之前课程中也有谈到过，这个宗派它就是以实修为主的一个派别。之前课程中也提到很多次了，而且在弥勒五论呐、瑜伽师地论、无着和世亲的论点，这里面都很详细的说明了大乘的这些修行地道次第，还有六度的修行、止观、禅修等的内容。这些有关修行的描述，你看在中观的典籍当中是看不到的。所以对于热衷大乘修行的人来说，唯识的经典是他们可以说随身必备的一个圣典。尤其呢，例如来到这个藏地呢，前后期有很多印度论师来到藏地，其中佛心事业最为广大之一的就是阿底峡尊者，他带给藏地最大的利益或者是最大的恩惠，可以说不是佛教的思想或宗派，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最大的一个恩惠是什么呢？其实是三世夫的道次第，还有练心的或者一般说修心的这个口诀。这些内容可以说是所有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当中必须实践，而且说真的去实际操作修炼的这些方法和一些教授。那这个三世夫的道次第是非常的重要的，像是在菩提道灯论资述当中就有探讨三世夫的出处。在探讨这个出处的时候，就引据了什么呢？俱舍论，就是俱舍自述当中的内容。而且呢，也引据了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当中呢，也多次有提到了三世夫这样的这些用词。另外呢，还有这个吴卓他撰写的这个宝性论书，还有像是大涅槃经等等所以总之上面很多这些你看唯识的经典和论点当中提到的内容都有。所以可以说三世夫的内容可以说跟广行派，也就是可以说是唯识的这样的一个口传传承的这样一个修法，就三世夫的道次第。而且尤其其中刚刚又谈到练心的这个口诀，又主要传承自金州大师这个传承。那据说他也是唯识的这样一个传承的宗师。那么噶当派呢，也分为三个传承：身见、广行跟修行加持这三个传承。其中广行传承的这个源头呢，可以回溯到无着跟世亲。所以因此呢，在藏地呢，这个我们说菩萨戒的传承就可以分为广行派跟身见派这两个传承。
那么广行派呢，它主要依据的是唯识宗的发菩提心法，或者深见派依据的是中观派的发菩提心法。那当然，这样子的说法或者说这样的分类方式哦，那在藏地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在菩提道灯论的字数当中是说明的很清楚的，就是广行派依据的是唯识，深见派依据的是中观派的发菩提心法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是依据广行派传授菩萨戒的时候，就会依据的是菩萨地，就是瑜伽师地论传授。如果依据中观派传授菩萨戒，就会依据这个入菩萨行论来传授。那过去呢，这个萨迦班智达在这两种传授菩萨戒的两派当中呢，他比较推崇是中观派的这种传戒方式。他认为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唯识的思想呢，这个较为，他认为唯识的思想呢较为低浅，因此呢，仪轨和行为规范也比较严谨。然后中观的思想比较高深，所以因此仪轨和行为规范就比较宽松，所以他觉得中观派的受戒方式比较好，这是萨迦班智达的认为。但是呢 ，K 注杰他在三戒律这部论著，还有巴沃祖拉陈瓦在入菩萨行论书当中，是对于萨迦班智达这样的说法是持反对意见的。总之呢，萨迦、格鲁、噶举、宁玛各教派在传授菩萨戒的时候，都会使用上面刚刚提到这两种方式当中的其中一种来传授菩萨戒。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唯识宗派这样的思想没有在藏地开展，但是呢，可以说唯识的行持跟实践等等是在藏地发展了。同样，我们从很多历史文献当中看到，噶当三坤中当中也有一个叫波多瓦忍谦色，他在为弟子教学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讲说什么呢？菩萨地和大乘庄严经论等等，这是噶当6点当中的几部。所以据说呢，这个噶当派的噶当这个名称呢，也就是因为博多瓦他不断的提倡要教导噶当这样的6点而得到了噶当这样的名称的。所以你看，噶当派这么的最重要的6个典籍当中，就有唯识的这个菩萨地，就是一般也叫瑜伽师地论，还有大乘菩萨经论等大乘庄严经论所以一般来说，这个菩萨地就是瑜伽师地论是学习我们说菩萨界很重要的一部论点。所以在藏地有很多大师呢，为了这部论写了注解，像是其中宗喀巴大师的一部这个菩提大道这个是最出名的。而且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呢，也引用过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的声闻品很多次，里面很多的内容，例如提到谈到止观的这个九住心、九力、作意等等这些内容，你看其实都是唯识典籍当中一再清楚谈到的这些内容。所以总之呢，上面我们刚刚引用了这个瑜伽师地论，或者里面我们说声闻品菩萨地这些等等，这些都是唯识的典籍。
第一个青年，而且呢，在藏地呢，也都你看各个地方也都有在学习，在教学。但是呢，我想最主要不是在学习他们的这个思想，这些论点的思想，而主要学习的是这些实修上面。另外，特别呢，和唯识呢关系非常深的有一个系列的典籍就是阴明，或者说我们叫量学阴明的这样的典籍。那么在恶意识之前呢，藏地呢其实只翻译出几部阴明的典籍，而且在阴明的教学上啊，也只有比较非常概括的粗浅的一些解释，不是很详细的这些教学。所以当时呢，他就到了克什米尔，然后就跟随那里的智者叫贤边桑波、噶登加波，还有布涅什利等等，他们跟随他们学习这个阴明。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般若经典那特别的深广啊、深奥，而之前在那个时间点之前，那藏地呢也出现了很多比较质量不好的这样一些翻译，所以这个恶意识啊，他当时就看了这样一个情况，他就觉得说，这个传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要修持的这样的一种口诀哦，这个传承的口诀很重要，所以他就克服万难，觉得要前往印度，就到了中印度，就在当地他就依止了很著名的来自东印度的这个月关无死，他是一个大居士，叫做月关无死，还有一位叫本刹松巴等等这些大师们啊，他就学习了般若系的这些经典。他不只是跟随他们学习、听闻学习，而且呢，他也呢在那里就开始翻译了，从梵文呢就开始翻译成藏文，而且也把已经翻译成藏文的一些经典呢再次的校对校译。譬如说，属于阴明的部分有释量论、正理谛论，还有法圣论师的注解等等的这个阴明典籍，还有大部分的般若2万颂、仙观庄严论、般若8千颂等等，还有桑波峡对于此论的注解等等，还有翻译出宝性论、集学论、入行论、智慧品难处释等等这些论点。总之呢，他在经典的这些部分恶意师，这只是经典显称经典的部分，他就由他就是新译出，就是新翻译出，或者说校译出，共有8400多部这个经典。再来密教的部分呢，据说是翻译出有8000部。所以恶意师他翻译出非常多的经典。那么就是像前面提到，他为什么要去印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量学阴明。这在他的亲传弟子叫卓隆巴，他撰写的一部传记当中也有这样子写到。恶意师之后回到了藏地，那他主要教导就是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辩论、中论，还有净命和莲花戒等等论师的中观论点。所以因此呢，在之后这个藏地最强调了就是结合中观阴明，比喻就像两头狮子交颈，就是两个颈子，两头狮子颈子交结在一起一般强而有力的学习方式。那据说这样子结合中观跟阴明的这样子一起学习的教学方式，就是来自于他，就来自于恶意师。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因为月称的
论这些经典啊还没有开始流传，所以主要学习的是哪几部呢？是有3部论，就是中观庄严论、中观光明论，还有中观二谛论这3部论点。所以因此呢，主要中观自序派的力量是比较大的。而因明方面呢，那么我们说有一部释量论哦，但其实释量论是只有在萨迦班智达之后才比较流行释量论，在萨迦班智达之前，其实主要大家学习的是定量论。那为什么主要学习定量论呢？主要原因是定量论它有本颂的注解，所以它有本颂，然后也有本颂的一些注解在里面，所以它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譬如说在释量论当中是以颂文去表达的内容，但是在定量论当中是以长行去表达的，所以相比之下呢，就定量论的内容就比释量论比较容易理解哦，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总之在那之前，就释量论之前呢，大部分的都是在学习定量论的。总之呢，鄂义师他也因此你看他当时主要撰写了一部就是定量论的大书，就是定量论的注解。这大概是藏族所写的第一部有关于这个量学因明的这个著作。这位重要的藏族义师鄂义师，他有4位主要的大弟子。深住席地的持有者降策崩瓦却吉拉妈，再来与教法持有者卓隆巴罗住琼内，般若教规持有者则千波西热帕，中观因明教规持有者穷人见塞。那么第一位呢，这个降策崩瓦，他是住址在桑普寺。那他是这个桑普寺的最主要的，我们叫堪布，就是住持。那后来呢，他也就开启了我们叫做桑普的这个传承。那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多说这个重要的桑普传承了。再来还有另外一位叫卓隆巴，这是他第2位大弟子。这位卓隆巴呢，他撰写过很多论点，但其中最出名的一部就叫做教次广论。以前我们比较少看到这部论点，但后来这个影印比较多了，就大家现在都能够看到。那宗喀巴大师非常重视这部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其实最主要就是依据了这个卓隆巴的这一部教次广论，依据这个为母本而写的。而且卓隆巴呢，他还具有一个从鄂义师传承下来的这个般若的一个传承。他的这个制度传承，就是般若系的这个传承和哲跟阿的这个传承也不同。这个哲跟阿的2个传承是大部分藏地的传承，就是我们叫现观传承或制度传承，主要藏地是这2个传承。那这里有提到这个哲跟阿2个传承，这个哲因为它也是谐音，这个哲跟那个鬼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哲以为是不是个鬼的传承，但其实它是一个姓氏。所以总之呢，这个现观这般若的传承呢，这个哲跟阿是从康区的这样一个传承。他是种顿巴的一个弟子，似乎是一个康区传下来的一个传承。总之呢，这个卓隆巴他有另外一个传承啊。好，再来这个卓隆巴他还有前面另外一个这个师兄弟叫琼啊，他们2个人有一位主要弟子叫做恰巴却吉森给。这个恰巴却吉森给呢，他有撰写过40部论著。他最特别的是精通这个因明，就是这个逻辑学因明。
像是他对于这些逻辑学重要的经典，就是适量论啊、定量论都有写过注解，而且呢，他将这种逻辑学这种因明量学归纳为广中略3种这样的内容学科，然后呢，建立起这个藏地的这样一个辩论的一种学科，叫做涉类学。땅세게 자죠. 그러나 땅세게 다 디기 그러나 쿠리오로 디기 메레 마도지기 디베스티 미마레스. 而且呢，在藏传佛教，我们常会看到这种辩论的时候呢，立论者会起身站着，然后拍手跺脚的辩论方式据说也是这位 Chaba Chökyi Sengye 他制定的。那么他的思想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Chaba Chökyi Sengye 其实他是自序派的，中观自序派，而且呢，他是认为呢，乐称的思想有8种过患而加以驳斥的。当时印度有一位叫扎亚的班智达，然后跟他辩论。那个扎亚班智达是应承派，然后 Chaba Chökyi Sengye 是自序派，他们两个就辩论，结果那个人就输了。结果那个他输了，就跑到五台山去修文书，修完之后又回来继续辩论，就说我现在呢可要把这个 Chaba Chökyi Sengye 给辩倒。结果呢 Chaba Chökyi Sengye 已经圆寂了，有这样一段故事。Chaba Chökyi Sengye 他有一些关于中观的一些论述，他是自序派的，所以他对于应承派总之辩论呢，他的那种论点是非常非常犀利的。他呢有8位大弟子。那么另外像是帕木主巴帕珠多杰伽摩，还有至尊多颂前巴，一般我们说叫康巴这个3世那么他们都是跟随这个 Chaba Chökyi Sengye 学习中观和阴明的。可能很多人一般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是跟随他学习辩论的，学习中观和阴明的。所以我们说整个佛教逻辑学就是量学阴明的祖师，可以说是陈那跟法称等等论师。但是你看，其实普遍都认为他们是什么？他们其实是唯识师而且阴明量论这些典籍，我们说对于藏地的这个影响，比起中观典籍，可以说是可能没有过之吧，但是也没有不及。就以最基础的这个涉类学来说吧，就得学上好多年，而且要成为巡回各大寺院切磋辩论的人，这样好多年。这里是一个传统，就是就算要学涉类学，你都要这样成为，你都要到很出名的各大寺院去辩论、去切磋，这样巡回到处去游历跟巡回。所以过去就是连学涉类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部最基础的辩论学。所以你可以看到藏族是非常热衷于这个阴明这种逻辑学的。我们有一位叫噶玛恰美，在他的一个传记当中
他从康区到卫藏的时候，到三大寺，到了一个到了第六世夏玛所建立的一个佛学院。那个佛学院里面特别重视学习舍类学，据说恰美仁波切也在那里，噶玛恰美也在那里学了一两年这个舍类学。拉玛辛达这个噶玛恰美里啊，送给的送给路越多啊，我到这里就是那样的，其实代表呢，刚才拍了对这了团队情节。总之，那段传记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你看，噶举派里面也有学这个舍类学。另外，所以讲回来，恶意师他里面四大弟子中还有一位叫哲谦波。那么哲谦波希尔帕他最主要的弟子就是一位叫阿讲究也谢，他对于这个广中略般若经还有2万颂光明还有8000颂书他都写了注解，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个可以说制度系或者说般若系的这个在藏地方面的这个权威。那么哲谦波希尔帕他另外一位弟子叫恰杜瓦珍巴尊珠帕，那他是精通律典，他也广弘教学律典，他后来也成为这方面的权威。所以总之呢，在藏地到了后弘期的时候，弥勒五论、中观庄严论、中观光明论、中观二谛论、定量论等等这些的教学这些的源头，你都最终可以回溯到恶意师。在恶意师之前，藏地呢虽然也有律典俱舍的教学传统，但是呢没有这种教学上并不是符合这种法称传承下来那种以逻辑辩论的这种英明方式的这种教学方式，不是的。拉说，打牌机，大洋，干嘛是不是下来说？拉说。好，那我们先休息半个小时。打等于讲到电棒啊，之前，我们谈到在藏地前弘期，然后主要谈到后弘期。后弘期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恶意师那个时候，那么开始了弥勒的论著，还有这个英明的一些论点翻译。那么在之后开始就是藏地有4大教派开始了。那当然藏地有很多教派，最主要是萨迦、格鲁、噶举、宁玛等等。那么这4大教派当中都有讲说这个弥勒五论这样的一个传统。像荣敦释迦讲载呢，以他为例，就有他一个人就撰写过5部论点的注解，每一部论他都写过注解。那另外对每一部某一部论就写过注解的大师呢，更是不计其数了。其中注解最多的就是仙观庄严论。对他写的注解这是仙观庄严论注解是最多，再其次是宝性论，
再来是大乘庄严经论，再来注解最少的应该是就是辩中边论，还有法性分别论。可以说，总之呢，这个弥勒五论，还有弥勒相关的20论等等啊，这些论点虽然在藏地呢是有流传开来了，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师们也对唯识思想的兴趣是很浓厚的，并不代表。但是呢，对于唯识最有兴趣的、最关注的一位大师，那过去很多大师都有，比如说半清、释迦乔丹等等。那当然，他在解释上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对于唯识可以说不只是最关注，而且呢最有自己的一些看法的一些解释的一位大师，我觉得应该就是宗喀巴大师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他就写了一个关于义和阿赖耶的难处释，他写了这一部的这个颂文，就是本文，也写了这个书文解释。所以如果我们好好去看这一部他的著作，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内容和释经的20颂、30颂很像，甚至文字都很像。内容当中也对于八识有很清楚的一个解释。尤其之后呢，宗喀巴大师他撰写了很著名的一个论著，叫《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那么他在撰写这部论著的时候呢，他参考了这个解深密经，还有这部论的无着述，还有原册的大书，还有藏地的大师，像这个如焦若这个焦若卢坚赞的著作，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内容，辩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阿毗达摩集论、陈那的观所缘缘论、法真的释量论等等很多总之他参考了很多这些唯识的这些要义之后，所以写成了这部论点。那宗喀巴大师在他的这部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最后提到这样一段内容，他说如果要厘清大乘法教的了义和不了义，务必呢要以龙树和无着的思想为要。因为呢不仅是这个经称，就连密教的成就者们的观点呢，也势必要跟这两位大师中的一位要相符的。所以如果要证悟这个真如，唯有依靠这两位论师的道为依止，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所以大师呢，为了厘清整合他们思想中的幽微之处并如实修持，然后让其中的精华显露出来，所以写下了这部论点。那宗喀巴大师他为什么这么的关切唯识这么的研究唯识？原因有很多的。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推测是因为他的老师之一就是在教导他这个经论的老师之一，就是用白话来说，就是他的老师经师之一，就是仁达瓦。这位仁达瓦寻努鲁珠呢，或许就是启发了他这个有关唯识思想的这样一位老师。是这样子就在这之前呢，其实藏地大多是这个中观自序派的思想的。
虽然说从巴萨义师开始流传了有中观应成派的思想，但是呢，当时并没有流传得很广，就并没有到处在教学讲学中观应成的思想。所以最主要应成派的思想的弘扬教学是谁开始推广的呢？就是由这个仁达瓦开始这个特别推广这个应成思想的。这个伽马滚就许奴呢，他就在一部著作当中，他提到说，现在学域当中，无论聪明的人、愚笨的人，口口声声都是中观。这都是仁达瓦的恩德。在这之前，在唐萨地区，唐萨是一个地方，在唐萨地区，中观只是死尸一条。这是中观的都已经是奄奄一息的，那就是死尸一条这样子。但是因为仁达瓦的恩德，结果现在到处天地到处都是中观，口口声声大家说的都是中观，有这样一段话。所以他是呢提倡这个中观应成思想的这样一位大师仁达瓦。但是呢，他的那个时代，仁达瓦大师的时代呢，当时呢也是觉囊思想兴盛的时候。仁达瓦呢，那觉囊派思想呢，主要会说，唯识呢，经典都在说的是他空思想，这是觉囊派在说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觉囊派呢，会用他空的思想去诠释唯识的经典。但是仁达瓦呢，并不太喜欢这样去做，不喜欢觉囊派这样去做，因为他的思想比较接近自空，所以他对于这种他空的思想，尤其对于觉囊派把他空思想用作去诠释唯识的经典他不是很喜欢。而且呢，这个觉囊最主要的修持呢，就是六和合，就是所谓的10轮修持。但仁达瓦最主要呢，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疑惑，就是他觉得这个10轮序到底是这传承清不清净，这个序典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序典，他是有疑惑的。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惑，他跟觉囊派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争论。所以总之呢，这位仁达瓦最后他跟觉囊派之间就有这样一些关系不是太好。总之当时的所谓的觉囊就是他空，跟这个仁达瓦中观应成和自空这部分关系不是太好。然后觉囊呢，就是想用他空，想要去诠释唯识的经典，但是呢，仁达瓦就觉得说不要这么做，他说就应该让唯识，就让他干干净净的，就唯识是怎么说，就让唯识他的思想怎么样，就应该让他自己去解释自己，不要用其他的思想去这个干扰他。所以呢，他那时候也撰写了这个保生极境，就是香地把的一个唯识庄严的述文。所以从这个也知道，因为香地把是唯识很重要的一位早期的论师嘛，所以从这也看出来，他是一个很觉得说应该要很干净的去纯净的纯正的正宗了解唯识思想的有这样想法的一个人。所以在宗喀巴大师的阿赖耶的这样一个注解当中，最后也提到那他就是因为这个依止仁达瓦而得以通晓经典义理
但是呢，从任达瓦认为这个弥勒五论呢都是唯识哦，宗喀巴大师认为是中观唯识混合的哦，所以总之呢，宗喀巴大师他有提到，因为依止任达瓦而通晓经典意义流，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宗喀巴大师的唯识方面的思想的确是来自任达瓦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细看任达瓦他的主张是说弥勒五论都是唯识的论点，但宗喀巴大师呢，他却认为说弥勒五论是中观跟唯识混合的。这样的主张上来看，其实这其中还是有宗喀巴大师他自己对于唯识很多研究的不同的主张。所以从以上一个结论就是说，藏地里面还是有少数的，像是如同宗喀巴大师这样的智者尽心尽力的想要将这个唯识厘清。但是呢，藏地真的最大的一个困难还是在于说，这些世亲之后，当时印度世亲之后的唯识的这些宗师，他们这些很清楚阐述唯识思想的这些论著，并没有翻译成藏文。举例来说，像是现在中文当中有的护法所写的《成唯识论》，还有《成唯识论》的很多几部重要的注解，我觉得这些要翻译成藏文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些论点如果翻译成藏文的话，首先我觉得藏传佛教本来就在这些经典的学习制度当中，佛学院的制度上本来就非常的健全，就本来这个学经的制度非常的健全，尤其在佛学院制度里面，这种逻辑的辩论上，就是英明的这种学习方式上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唯识的，我们最主要就是缺乏唯识的这些经论，所以如果这些经论能够翻译成藏文的话，有了这些然后有了这些经论，然后再加上本来我们就有的这种学习健全的学习制度的话，我想一定会有非常丰硕的成果出来的。我们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我觉得是没有疑惑的。尤其我们这种佛学院的这种逻辑英明辩论的这种学习制度，几百年来也都非常的健全。只要因缘聚合了，又有人很好的这个带领之下，我觉得唯识的思想或许可能比以前还更加的兴盛吧，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总之讲到这里，就是在藏地的唯识思想或者说唯识的经论，大概是我能够想到的。如果里面有这个不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就也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大概是这样子。接下来简单讲一下这个唯识跟中观，还有唯识跟如来藏的一些关系。那最主要这两部分也是从比较学术的方式去讲解。那么首先是唯识跟中观。简单来说，中观派呢就可以说是否定一切的是中观派，另外一派于且唯识行派就是可以说承认是存在的。
조규 매백의 전혀 중얼로 봐. 나就平时这个被搞出的，我不讲。虽然说这两个派别的确他们在思想上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就像刚刚说的，一个是否定一切，一个是承认是存在哦。所以从他们这个思想内容跟宗派之间，可以说一种纠缠不清的这样的问题上来看，这样的两个派别哦，就是唯识跟中观两个派别之间，势必会落入一种相对立的一种命运当中。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代表是什么呢？两派对立的代表就是护法还有轻便的空跟有这样的一个争论。우마단 샘잠을 부르래야 저바체베 천시에를 직 자리요. 다 최경당 링den지 저바체베 고르디 다다디 야나리아 최남비기 这个护法跟轻便的空有之争，最主要就是护法瑜伽行派啊，他主要认为说因缘所生的依他起性是有。还有轻便的中观派是认为依他起性是无这样的一个辩论，而这样的一段记载是在中国的慧沼他的一个部著作在《了义灯》里面有记载。但是呢，到底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一个争论，也是还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个慧沼他是玄奘的这个弟子之一，所以或许这是玄奘大师的曾经告诉他的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总之呢，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主要告诉我们传达出一个什么样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唯识瑜伽行派成立之后，就是确立为一个派别之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中观就已经有了嘛，所以在唯识瑜伽行派成立之后，他就不得不与当时最有势力的，也就是中观派，必须要这个对抗了。就是一种对立跟抗争的一种情况出现了。所以呢，当时在意境，就是在7世纪这个后半叶，到了这个印度的意境，他就说，这个当时印度的大乘佛教就有中观派和瑜伽行派这两派。所以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到出来，这两个派别的势力呢是相当的了。所以这个是在7世纪那个时候的情况。所以呢，唯识瑜伽行派当时最主要，他在对立抗争的是哪一派别呢？最主要就是中观派。然而他们也就在这样不断的一种对立论战啊，相互影响之下，也相互的发展。所以我们从7世纪玄奘还有意境当时参访过这个那烂陀大学的一些记载当中可以看到，所以在当时呢，这个那烂陀大学可以说是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据说呢，当时的
僧人们呢，同时有学习唯识和中观，甚至小乘，不但学习这个佛教的所有的这些思想学说，而且呢，甚至你也可以自由的选课，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想要的思想，就你可以自己采取你想要的立场，选择自己的思想，然后你去很开放的去跟别人辩论。所以换句话说，到了7世纪的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就是说固执自己信奉的学说的这样一个时代，已经不再是这样子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是各个教派之间思想是很开放的，是各个教派之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透过了这种一种争论，一种辩论比较，然后将别派的这种说法纳到自己的学说当中。尤其那时候看到这种唯识的思想，他呢很巧妙的将这个阿毗达摩的这种很严谨严密的这种教理，还有大乘的思想，还有空的思想等等结合起来。那这样的一个而成立这样的一种唯识的思想，其实就对于中观派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呢，结果造成在中观派他们当中，逐渐呢也开始有一些人就不得不就采纳这个唯识思想的这样一群人。这些人就叫做瑜伽行中观派，就是中观派的人，他们也觉得唯识，采纳唯识说，这样的一群人就叫做瑜伽行中观派的人。现在呢，这里有一个表格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里呢，你看在龙树之后呢，中观派因为内部对立分裂成我们说自序派跟应成派。一般我们会说，一般有这说法，这个词是本来印度没有，这个藏传自己造的。但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在扎亚阿南德这样的一个注解就有提到自序的说法。那有这样的自序的说法，还有在净命的一个注解当中也有提到自序应成的用词，这些都是印度的论释。还有净命论释，还有前弘齐的우마바다 되네 내조집에 우마바 세버 송도와 제산디 타니데 덴덴지 야갈야 가쇼드니지기 타니 베데 펴르마도 야갈이 요마르사 타지도 랍토사 마레사 마所以总之自序派应成派这个词，总之印度那个时候应该是有的。好，就是那这里中观派有自序跟应成派，那应成派呢，它是由佛护为祖师。那一种说法是应成派是月称为祖师，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佛护为祖师。但因为佛护早于月称，所以通常也会说佛护他是应成派的这个祖师。
那么这个应成派呢，它主要是在驳斥这个论敌的时候使用英名啊，这是他们的主张。那么再来呢，自序派的它是以祖师是谁呢？是清辩。那他们的主张是在不论是自己在讲说阐述的时候，或者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就驳斥论敌的时候，都可以自由的使用英名，这是他们的一个立场。那么从清辩开始的一派呢，也被称为叫做精量部中观派。那么可是呢，同属于自序派，但主张外界非实有的唯识瑜伽行派之中，那也有采用这种无相唯识派之说的人出现哦，就是极护那个时候完成出来的一个思想，这种就叫做瑜伽行中观派，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再来唯识瑜伽行派当中啊，就有相唯识派啊，就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它是从陈那开始的。那它大量的主要是采用是精量部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一些主张，所以它是用这些可以说认识论、知识论的方式哦，从英名去诠释唯识。所以后来法称呢也加强这个方式，这一派就叫精量部瑜伽行派。那这个系统的传承的还有谁呢？还有像智吉祥友，还有宝琛，在这个表格里面都有。所以从这些他们的名称上啊，你会看到像比如说精量部瑜伽行派，这是因为它本来是这个瑜伽行派，但是它多加上了一些精量部，比如说用精量部的这些方式，或者说这种认识论、知识论，就英名方式诠释唯识，所以它就变成精量部瑜伽行派。那或者本来是比较中观派的思想，但是它比较采用瑜伽这些唯识接纳了唯识的思想，所以它就变成瑜伽行中观派等等。所以以上大概是很简单的透过这些一些介绍了唯识跟中观派的一个关系。再来呢是如来藏思想和唯识的思想的一个关联性。那么首先如来藏思想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呢，虽然说被烦恼所障蔽，但是心绪，我们的心当中是具有如来的这个胎藏如来藏、如来胎藏。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不论什么样的人呢，都可以成佛的，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佛的这个思想，其实是原始佛教就有的。譬如说在原始佛教就有提到巴利文、梵文
都有这样一个自信光明心，或者就是一般说叫自信清净心。你看，这个是在18部，我们叫做这个部派佛教之前呢，都有这样就出现的巴利文梵文当中出现的词，就是自信清净心的这样一个观念。但是呢，最早可以说使用如来藏就是达达嘎达嘎巴，就是达达嘎达就是如来，嘎巴就是藏或者胎。最早这样一个词呢，或者提出这样一个思想的是哪一部经呢？叫做《如来藏经》。那现嘛都特别是这样嘛吧？现嘛都靠地区经常心就不得就各地区你要嘛吧？等于就三大，他的第一现大个拿了，别人价格拿了，亚那里啊，哪怕三个月确定。现在去判定学者在判定一些经典到底是谁哪一部经典先，哪一部经典后。主要是从这些不同的语言当中的翻译本去比对去看。比如说中文里面有一部经在中文里面翻译，那它是什么时候翻译的？然后在另外一个语言什么时候翻译？或者在梵文本如果有找到的话，又是什么时候写的？等等去比对。所以总之呢，最早使用，所以知道是如来藏经，就总之知道最早一部经是这样一部如来藏经哦，所以这样知道。这是所以怎么知道如来藏经是很早期的一部经哦？学者是这样去比对出来。总之呢，在之后还有用到如来藏这样的词，这样思想的词的经典的，就是不增不减经，还有胜曼经等等。但藏文里面呢，并没有不增不减经哦。那中文是有的，我现在也试着再把它翻译成藏文，因为不增不减经不多，所以因为它不多，所以我也有一点信心，觉得我可以把它翻成藏文。然后再来是在涅盘经当中呢，这首如来藏的思想，这首就被称为叫做佛性。所以这首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叫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这也是涅盘经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接着再慢慢到后面将如来藏整个思想可以说组织完成的这样一部论书是什么呢？这是宝性论，这在藏文里面通常叫做无上序论，那中文叫宝性论。那么在唯识思想兴起的时候那其实在这之前如来藏思想就已经有了，就已经成立了。所以换句话说，如来藏思想是早于唯识思想的。换句话说，唯识思想从一开始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的，可以说是受到了如来藏思想的一个影响。怎么样可以证明呢？举个例子来说，很早期的初期的这些唯识的思想的或者说弥勒撰写的这些论书，比如说中边分别论，还有大乘庄严经论等等，这些当中都已经可以看出有这种自信清净心。
或者说这种如来藏的思想。所以你看，初期唯识经典当中就有这样的思想。但是呢，一个说法是说，但是一直到了释经之后，才很明白的将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在如来藏系当中有一部跟宝性论一样很重要的论书是什么？叫做佛性论。但这个佛性论也是只有中文，藏文并没有。那据说这部佛性论就是释经著作的。当然，现在这部佛性论是不是释经著作也有一些争议哦。但如果说佛性论它是释经的著作的话，那么就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说唯识跟如来藏的思想他们的关系就很清楚了。做的工作个历史啊的，好像三个历史啊，点就的，一年个，在我们金山区，卡的是第哪了？什么搞笑？什么搞笑？啊，这里就是啥的，他们一年个在我们淘宝去。看到了。semzambada dan dishin budi ni barul ya quran chudda ni barul da jeba be lo jia sha ma bi ring ya pa zu jeba。 所以呢，在很长的将近100年时间吧，这个唯识思想和如来藏思想就不断的在交流，所以就逐渐的就促成了阿赖耶识和如来藏思想的一个结合。所以两者结合呢，就有一些论书就开始了，譬如说大乘庄严经论、实地经论，还有佛性论等等这些论述。然而呢，到了楞伽经的时候，甚至更明确的说，这个阿赖耶识和如来藏就是同一个东西。然后呢，到了这个大乘起信论的时候呢，更呢把这个所谓的一种叫如来藏缘起说更把它组织完成。这个벽에哪里啊？你的벽에哪样嘛？다 벽에哪里啊？的，所以很重要的几部论述如来藏思想的一部呢，就是宝性论。但另外2部藏文没有，一个就是佛性论，这个藏文没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谛论师的，他是印度论师，但到了中国，这是后来成立社论宗的那位，他就写了这个叫《大乘起信论》，所以这也是很重要一个如来藏思想的一部论，这是《大乘起信论》。有一种说法说，《大乘起信论》不是真谛翻译的，而是真谛所写的。但总之，中国佛教很重视《大乘起信论》，所以这3部论——宝性论、佛性论跟《大乘起信论”是如来藏思想很重要的3部论。那么，在之前课程中有提到，在大乘佛教当中，
不止中观跟唯识，还有所谓独立的一个叫做如来藏这样一个派别。但其实呢，在汉传佛教当中很早就有将这个如来藏这样一个学派就可以说分立为一个独立宗派这样的一个想法，一种主张。但是呢，这样一个将如来藏视为独立学派这样的一个分法，只是在这个华严宗当中并不是整个汉传佛教都这样子说。在唐朝，콩 전야디 뒤럽 유배나 총도 총야디 주제 시주 시숨으로 총 양해는 돼야디 윤전이 중이 나로는 양해 되셔 콩기 가르스면서나 콩기 들디 로벨로딩 제버레스야기 취남의 매비 땡주스야지 那么唐朝一位叫贤首法藏大师他在为了监会所写的《大乘法界无差别论》所写的一部著述中他写了一个著述。강다리야 다들 법인 추기 뭐 쉬야 되기 법인 로딩이 제버레스야 기 추인 남의 매비 땡주스야들은 제바지 总之呢，这位唐朝的法藏大师呢，他写了一个著述，他认为呢，在大乘佛教在中观跟唯识之外呢，有马明跟监慧所立的如来藏缘起宗。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因为呢，这可以说是在文献上最早将这个如来藏学派说成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个宗派的一个开始。那么在他之后，在唐朝一位归峰宗密，那么他是华严宗的第五祖，他是8世纪的。他呢将大乘佛教分为3宗，一个就是法相宗，최신기 주다사야지다, 是吧？최신 공부에 주다사야지다. 再来一个是破相宗，再第3个是法性宗。所谓的破相宗，还有法性宗，所以法性宗它指的就是如来藏思想的如来藏宗。那么接着他就说，总之认为法性宗并不属于空宗或中观宗的范围。而且呢，他也举出了10种这种差异那这里就引用它里面提到说，性相2宗的10种差异，就是如来藏性宗就是如来藏那么相宗指的就是唯识的10种差异。那这里也没办法细讲主要第一种就是1乘3乘的差异，唯识宗认为是3乘，那么性宗就是如来藏认为是1乘，是这样子，性宗认为是1乘，相宗认为是3乘。然后再第2种是1性5性义，
那么这个性宗就是如来藏认为是一性，再来相宗唯识认为是五性。那么所谓的五性呢，里面尤其认为有这种就是断灭种性啊，就是认为说唯识认为说有断灭种性是没有办法成佛的这样一个种性。然而呢，如来藏的就是只认为有一性，就是认为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的，没有这种所谓的断灭种性的。那这是一种差别哦。再来第三个，两者的差别是唯心真妄意。唯识是认为说一切是阿赖耶识所生。然后阿赖耶识为妄。如来藏认为说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真心是真实，是真这样子。再来第四个是真如宁然随缘意。再来这里提到真如，唯识的真如呢是指空性无我，是指无遮的部分，是指一种不变的或者无遮的无我的。唯识是这么认为真如，但是性宗如来藏是认为说真如是什么呢？这是虽然它是法性不变，但是它还是会随缘而现，所以这是两者的一个差异点哦，就是在真如上的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还是会随缘而有这种善恶的这种显现。再来第五个是三性空有即利益。三性当中呢，主要这个依他起不是很记得。先王当永驻你要来送，但因为呢，这的地心你妈妈的这个永驻团当不了，没住不可能，搞说先王团当不了没住不可能，搞说永驻我也不知道，这送去大概是鸟了啥子都的，这个团呢就开发起来了，但这呢，初步的搞的啥呢？甚至到三个了品质比没啥的吧。甚至到三个了品质比不对吧的，搞的啥呢？什么吧的，品质比不对吧的，搞啥？那么再来第六个是生佛不增不减之意哦。再来第七个是二谛空有即离之意。那么法相宗呢认为说俗谛呢是空，真谛呢是有，空有呢是个别的。但是呢法性宗呢认为呢这个即有之空呢是真，那即空之有是俗，然后是真空妙有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一个呢，第8个差别是说四相依时前后之意哦，就是说法相宗就是唯识啊，是认为说生住意灭这样的四相啊，前后不同的时候是不同时候的。那意思是说生住意是现在，这个灭呢是未来，生灭是不能同时，但法性宗是有不同的看法，是这样子。在第9个是能所断证及离之差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这法性宗就是如来藏是认为说呢，这个就是说没有所断的惑，就是没有所断的惑，它本身就是本然就是智。再来第10呢，佛身有为是无为，这两者看法不同。那么那总之呢，以上那这中文里面有比较清楚的一个解释，上次还没有时间太细看，可能明天可能有时间再多做一些解释。那么以上是简单的以介绍。这是这个用着的这个开全部的资料嘛的，现在听着个录音套了，下边个拿出来新竹，新竹这边个书间，特别的点呢，因为粤语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个中国呢，可以说受到了这个日本佛教的研究的影响啊，这种见解啊，可以说又重新开始了。那么一般传统见解是认为说，就是只有中观跟唯识2个这样的主流哦。但是到1931年的时候，一个俄国一个学者，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将呢藏文本《宝性论》翻译成英文。然后接着另外一位叫 Johnson 跟 Bailey 在1935年在中亚发现了宝性论的梵文残卷，然后接着呢，这个1950年 Johnson 校订之后出版了完整版的宝性论梵文的写本。所以上面这3部的文献发行之后呢，可以说西方学者就开始对于如来藏的这个各方面就越来越多的论著就出现了。那么1956年的时候 Frau Warner 他呢那时候就主张有一个论证，就是说除了中观跟唯识，就中观跟瑜伽行之外，大乘佛教应该还有第3个主流，就是如来藏的学派。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跟日本佛教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合的，也跟现代佛教研究认同如来藏学派是大乘佛教第3个主流是一样的。但是呢，藏传佛教我们现在并没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是国际上到底研究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主要呢，我们会认为如来藏思想或者宝性论是我们归类在所谓的大中观，因为我们只认为有4个宗派嘛，有派大乘只有唯识跟中观嘛，那么会说宝性论当然不会是唯识，那我们会认为它是中观。那尤其宝性论它又是比较深奥的内容，那当然就是归类在中观。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课程中提到过，放在归类在中观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也是这么，直到现在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硬把如来藏塞到中观里面去说，我觉得如来藏它本来的一种力量似乎就没办法彰显出来，你好像被中观的一个东西包住，就好像它的翅膀没办法伸展开来。你把那个网子就把它套住了一样，但如果你把这个网把它打开了的话，它这个翅膀就打开了，它就可以展翅高飞了。它的这个真正的力量才可以展现出来。当然不是说不能说如来藏就只是大中观，这样说法是不对的。我说也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有的时候，还是因为别人如果这样批判的话，你还是得回嘛。比如说别人会说你们说把如来藏思想，你们说自己是中观的话，那么那我们得引用到一些这些中观的经典论点。我们最主要就是中论。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不符合中论的时候，再又说自己是中论，自己又是说是中观，那是不太合理的。但中观说跟月称的说法到底那个叫做合不合，那倒还好，不合倒还好。但如果最后说自己是中观的结果，连跟这个中论的思想都不符合的时候，那就很难再说自己是中观了。所以总之这也是讲回来说，因为如来藏思想硬要被说成是中观里面的一个的话，就会被挑出这样的毛病。但如果说就说出它是第3个宗派，它就是如来藏系，这样不是很好吗？好，今天就讲到这里。Dene
Shall